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6月20，诗篇128篇1节到20安尼讲：紧敬畏耶和华，行伫伊的路下，一号人有福气。你要食你的手着我所得到的，你要享福，事事亨通。三角来祈祷，赐阮福气，搁互阮事事亨通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信实公义的上帝，你是慈悲怜悯的天父，你是赏赐丰盛活命的主，你是高守阮、赐阮属天平安的全能主宰，主啊！天地会改变，世上的一切也会废无，总是你的疼永无改变。你甲阮所立的约永无变换，主啊！阮要一生敬畏你，阮要遵循你的话来行。主啊，阮的一生在伫你，因为你应允讲，紧敬畏你。行伫你的路下，一号人有福气。就安尼，阮要食阮的手着我所得到的，阮要享福，事事亨通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